天司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。我是钟意权阿强妹，今日喺节目当中，我同大家来分享我嘅家乡苗栗，韩国喺啲啊苗栗嘅石潭，有一个很有名嘅东西，大家都会团困难喺物嘅。我问大家一个提示好诶，同呀仙气飘飘有关系，仙气飘飘有可能係講家嘅環境，咩有可能啲嘅講今日喺節目當中我來小介到嘅來賓。好啦，先來分享喺節目當中邀請到嘅來賓，分享對苗栗石潭來嘅陳成儀分享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苗栗石潭仙山來嘅，到陳新宇，然後帶來福開仙草，老阿群妹老大家分享。啊，好漂亮哦！你是仙氣飄飄的仙女來着。沒有啦，阿群妹才是仙女。那我們今日節目當中就很兩個仙女，好不好？我們兩個都是仙女。好啦，言歸正傳，今日愛講嘅仙氣飄飄的東西，就會愛講仙山的仙草。對不對？那仙山有的素材，其實對我來講，因為我係苗栗人嘛，我想到石潭跟仙山，我也會想到仙氣飄飄，因為它就是一個在山上，然後平常時我去拜拜，我去拿個仙水，真嘅，廣東人會來仙山拿仙水，對，然後我去牽那個長長的我去取仙水，對，而且仙山裡面供奉的是前一陣子很紅的九天玄女，真嘅玄女娘娘，對，玄女娘娘，所以呢，想要去供奉一下九天玄女，這個玄女娘娘，想要來說一下仙水，就做嚟去仙山，同大家來分享一下苗栗石潭仙山，也係一個用嘅環境。一個環境記住到石潭和南莊嘅交界處，加做起嘅名嘅人都鳳毛館。紅毛館，紅毛館，紅毛館。哦，為什麼？就是頭擺嘅原住民就講嘅上面人都鳳毛館，講我嗌話嗌咩唔知做乜嘅鳳毛館，可是嗌做得老太家講做乜嘅人都仙山，就像家下阿群妹有講，佢有仙水，因為仙水呢做得持平，所以仙山也名嘅就係按樣來嘅啦。哦，頭擺講仙水做得持平，後擺講到懂好呢，懂章係嘛？係啊，懂章啊，我都懂曉啥啊，故說基本上按講嘅呀生意，我來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。用家務卡嘅仙草，仙山有仙草，談起來好像蠻合理的。啊，不過其實仙山會有仙草，係因為啊，生意家嘅阿婆錯冇？係因為阿婆佢18歲從關西嫁來石潭，當早就嫁過來咧。阿婆懂得一下，阿婆嘅相片。嘅阿婆，嘅福卡呢就開5間材料行，當5間材料行，因為到總頭度行人冇當多，所以生意冇可能賺到咁多錢咩？阿婆有5個生意咧，佢就想講我要貼補家用，佢家婆家下就有教佢煮仙草嘅技術。因為關係就是懂得仙草嘛，懂得。家婆屋企有種沒有煮，所以阿婆就到石潭煮仙草來賣。哇！這樣用來嘅啊！嗰時候石潭我有仙草，清走就係新雲人嘅阿婆帶來嘅。係，然後陳五歲妹。哇！嗰時候呀，哈石潭嘅仙草大家應該知嘅吼，真有名。當然去到石潭，雖然石潭唔係咧非常多人會去觀光，會去了嘅所在，啊，不過仙草店真多人。係真多人，大家就講仙草婆婆，仙草婆婆，啊，就是阿婆。啊，原來是這樣，真嘅，有種看到偶像的感覺。冇啦。對，那同大家來講一下，其實生意還挺好上。啊，人家卡家有講到，人家爸爸配嘅就係人家叔伯家的，全部有啲嘅當到都有啲嘅做呀仙草，都有啲嘅賣仙草。啊，呀下人就算係第三胎開始來接觸嘅。第三胎接觸就係阿婆咪教阿爸，阿爸呢就係到仙山鄉半山野味哦，差唔多石潭沿的12四甲線，彎彎
山老上去就可以种农业，都先山农业。跟我嘅时节就太好种兵呀，我老公种当兵退伍，我就问我老公讲，有想创业嘛？伊就讲好啊，我讲我不可有仙草一个事业，两才就按用转去开仙草甜点店。好不容易哦，因为对我来讲，一开始我同新宇妹有讲到，其实像我没有你人，我没有你台，我就想讲，我你没有你读书读到高中毕业，做啥做咧离开没有你咧，我就会出去那边读书咧，到后就。可能應該講，像我訪問過嘅人，到我沒有啲人，可能會有一段時間想講，去那邊看看啊，那邊嘅世界，啊，哎樣看一下那邊繁華嘅城市。對，啊，唔過你就是太後一畢業，你就決定我轉到苗栗，和同先生鄉下。係，我係第一隻都市生人嚟轉來。我呀，先生係都市嘅生人。嘅高雄人。佢不容易，佢老外第一年轉來家，佢先不習慣按部頭就。關店嘞，差唔多斯坦比苗栗還較早，6點就冇點未開。因為我苗栗市啊，可能到8點、9點，韓中的買到東西，我嘅偏6點，偏冇。6點就冇誒，就冇誒，全部大用休息嘞。哦。然後買乜嘅雞排乜嘅全部冇。我去苗栗市。我去苗栗市。哎呀，騎車係可能騎20-30分鐘。我40分鐘。40分鐘。因為到3項。哇，太厲害了！故說要到啲半山野味嘅素材種出來嘅鮮蔥嘅東西，聽說很較好食，很較好食，對不對？佢品質當好，因為苗栗斯坦係丘陵地帶，鮮蔥就當時它都有種環境，佢係多霧嘅環境，真的仙氣飄飄誒，真嘅像仙境樣誒，就當到嘅夢魘啊，人家就講很像仙人住嘅地方。啲鮮草就當時它都有種環境生長，佢上來呢會當有膠質，營養會當好。我說鮮草，因為親友節目當中冇少嘅鮮草誒，根本亦沒有帶呀鮮草來到節目當中。鮮草會按用高高嘅，會有膠質，係佢本身食物地度就係有誒。係佢食物地度有加嘅多糖膠質。哦。嘅佢鮮草嘅品種係可以偷，因為佢有當多種品種咩？嘅我婆有頭擺有教爸爸偷講愛偷原生種。哦。係，我就在地小農種嘅，還有古樸種嘅，然就攞佢賣，嘅鮮草就會上來像安樣，到山坡地方。嘅農人家就會攞佢摘下來，曬捆一捆捆嘅，就像。嗰種做嘅一樣塌起來，就像呀，係太捆，按用曬好，按用一扎一扎當太捆，一扎一扎，係按用曬走嘅鮮草，就做嚟拿來煮鮮草茶。係鮮草茶、鮮草凍，全部就做得。還有一點就佢一定愛太陽曬嘅，因為一下東東人就想講方便咩，用烘乾呢。對。可是冇按好，太陽曬佢將會有嗰種香味，那種大自然嘅紅葉氣。哇，要懂葱油，因為可能大家就會吃到，一下大家就會吃到，我做得用日頭曬啊，不過其實我做得用乾燥啊，用乾燥的啊，甚至有很多什麼低溫乾燥，有懂得技術。對，但是黑講用日頭曬嘅話，米西會冇空用，而且我覺得也係苗栗的優勢，因為苗栗天時凍好，係凍到日頭凍辣。對，故說就做得用日頭來曬。故說新宇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你一下既然算係你自家第三胎經營嘅，咩有自家嘅品牌出來，錯冇？係有。嗰時就我婆唔係教我爸阿妹煮鮮草嘅，那就太好變嘅咩，就問我先生愛轉來嘛，佢就講好，佢做乜嘅會用到新鮮草，就當到人下會問，你叫新鮮草，唔係到仙山嘅開鮮草店係，因為我家係滿天星豆刺皮來排，我係新刺皮嘅生意咩？你們家的刺皮懂神奇呢？很多滿天星斗，就像天上像宇宙嗰種。所以人家嘅下一胎就是斗字輩，斗字輩。哦，
然后你是抖来抖去心的给它抖。哦，然后你是心字辈，星星的给它星。东后堂，按真神嘞，呢？后餐我还神的是。不然下一辈应该哈一推教说要变抖仙草。抖仙草，你可爱 QQ 抖抖。好啦，讲笑的啊，就是算是很上年去搞创的品牌，然后用去搞个名的，面算是有一种传承的感觉。有传承爸爸啦阿婆的精神。对，有一个新的出发，就引到新鲜草，是按用来嘅。咩係新的，咩係神神的，闪亮亮的感觉。闪亮亮的感觉。对，我觉得很可爱。同样，我们今天的仙女一样，闪亮亮的。按住谁？对，而且我传承阿婆的仙草其實冇咁簡單。你從細沒有看過阿婆啲嘅煮仙草從冇？有從細識嘅仙草，看佢煮仙草。阿婆就動腔哦，佢用嫩啊，就啲叫做仙草好嘛。講按種嫩呀呀唄。係嫩嘅葉葉唄，起切葉唄沒做得，一種就愛沾一點點水，嫩啊會有個香味，會有個膠質。這樣他就知道好呀嘛。佢就嘅路經驗，佢就啲，佢就教我爸爸、教媽媽，我爸爸就會去淘仙草館，然後在地嘅小農去做，所以仙草嘅品質吃到好，就撈佢簽下來，就撈佢買起來，品質就會穩定，才會好。故說還有去家嘅堅持到地度誒，有就是古法，然後嘅膠質愛多。品質愛好啦，阿婆有講過一句話，就會講去家乾濕的東西，張做得賣本人啊。哇！你就去家吃到一隻仙草好，你就會賣本人哈。因為人家張會再轉來。回頭客哇！我知道同生意來分享親友感覺，除咗共用喺苗栗人有一種你知道一樣同鄉人的感覺。以外，我咪知道其中想愛老阿婆韓國爸爸媽媽嘅秘師分享本大家，鼓手張可以一件品牌，輕巧上就轉到去家屋卡來創業，還有當到故事愛同大家來分享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再個轉來。好，歡迎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！我係總員阿喬妹，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苗栗石潭仙山的仙草啊！仙草其實現在大家就挺有名啊，去到石潭可能就會愛去食一碗仙草飯，也係飲一杯仙草茶。原來呀，石潭的仙草就係呀生意嘅阿婆帶到石潭來嘅，故說石潭張開始有仙草一個產業，韓國一直都也下亞度喺第三胎經營。第三胎經營係喺一直想愛保存阿婆嘅秘師，今日要帶到節目當中，也比係仙草的原汁，係牛的仙草，牛的仙草，對，先用肉的仙草，就按用肉的係蔥葉，從早晨頭好。熬差唔多8點鐘到臨暗頭哦，因為熬出嘅濃嘅仙草就會主持人8點鐘，你要去家煮8點鐘，真嘅，因為冇加嘅鹼粉，就係一直用水去擠佢，去咕嘅包仙草。這樣熬出這一鍋濃濃的仙草原汁。然後這個是原汁，那迄個一般no boy 一罐一罐賣嘅，還會再個稀釋就對了。像人家仙草茶的話，就會再稀釋一啲咧。哦，故說也係原汁，原汁咩係做得食咧？做得食牛仙草香，你食以後就滿嘴嘅仙草淡淡的發，加個小米。真的有花香哎！有哈，因為我清酒冇食到原汁哎，冇去到就是散體出夾吃原汁，因為一般來講都係可能有小塊調味，對，或者是有加一些些的糖，可能有一點調味。也冇調味，有時候會喝不出它原本的發香的味息，就有仙草的臭味，淡淡的香氣。有些唔記得仙草有暗用嘅味息誒，佢就係小時候我食嘅味息，到夜下捱買咩係一張味息，有冇嘅鹼味。
对，故说也就爱当坚持用古法，爱按用煮按久。嘿，爱8点钟。讲爱紧轻系冇？嘿，爱轻啊，爱一直轻，下半早唔会结辣，上面又在煮味道，所以你就爱当用心的去顾鸡肉先炒。哇，爱按用古典8点钟。8点钟。也就系阿婆教下来的方法，错冇乜嘅配布，就系真材实料，乜嘅就做唔得乱加，这就用心的去做。对，唔过其实今日基本日有請到也先從第3台來到節目當中，當然愛同大家來分享大家唔知嘅事情啊。故說撒下來，呢福氣片啲碟，再來有請生意來同大家來講一下，頭擺阿婆啲嘅托仙草嘅時節啦，有同樣就講用慢來托早嘅仙草，我用慢托早好嘅仙草，因為也可能封片嘅話，就會同樣就買按用一個一個已經煮好嘅、調好嘅，唔過可能有的位電視機頭前咧，也就阿姨啊、太姊啊，可能佢也就想我去市場買按用嘅仙草，自家種都不卡來煮，因為也係熱天嘛，故說冬天會濕到。做啲請生意同大家來分享一下，阿婆係用嘅同樣就分享上來嘅哪一種嘅仙草還好，用慢湯冇？仙草有當多種，佢阿婆當強，佢就去嫩啊，佢就啲嘅仙草罐做得也做唔得用，佢愛嫩愛冇辦法，冇辦法。佢就教大家較簡單嘅方法，就係唔托仙草罐做得托較老嘅，較老嘅，用嚟講會較老。較老就看起來會較有味嘅，唔像嘅今年嘅仙草罐啊，佢會較綠色一啲咧。嗰種就可能較做唔出嘅膠質，就會做唔出原汁嗰種牛嘅口感，所以就會拖差唔多2年，差唔多清好。意思係講不用2年係嘛？不用2年，摘下來洗澡，數到倉庫底都不用2年。哈，因為佢老豆按用標定可能會表示講因為佢不用嘅當久誒，係去年前年咧，按用應該感覺會冇起當初啊。唔係仙草老茶米一樣誒，唔怕冰，一冰一香。哦，原來係安尼，係安尼。故說我頭看起來較老誒，色較沉誒，係較有誒，冇按強誒，係冇按強嘅，壓味多一些咧唔怕，嗰種煮轉起就一次壓來壓去，就會煮出當年嘅仙草。哦，故說嗰個膠質係對壓味來嘅，係壓味老嘅。金光沒有可是大家就也要看原味，加個膠質比較好儲存，做出汁。哦，原來係安尼。好，故說同大家來講，我睇愛套較老嘅色，看起來較糊嘅，有冰膏嘅。啊，撒下來就套清涼，也未較多嘅，煮出來嘅膠質會較多。故說其實真實的按用用古法做出來嘅仙草，真緊按用嗆也比哦，其實它是真的是有一點點膠質的感覺。有多糖膠質。對，佢唔係真緊完全沖水沖用，佢本身只會煮出來，佢就會有黏嘅感覺。嘅會變做仙草凍，係因為有在個算係有些些嘅加工，錯嘛？有加嘅地瓜粉去加佢。係因為佢有膠質嘅咩，你用地瓜粉去加佢，然後佢會成凍，就唔留佢冰夾好以後冰出來，佢會變那種 QQ 嘅仙草凍。對，因為仙草凍 Q 唔 Q 就會看佢膠質嘅，就佢品質好嘛，好嘅仙草凍佢會當 Q。故說唔係講嗌加粉加落去佢就會 Q， 係愛看佢本身，愛看佢本身嘅品質好嘛，這樣煮會出嗰種 Q 彈嘅仙草。新宇係唔係愛同大家來示範一下？啱冇卡嘅仙草出嚟有幾 Q？做得，我今晚也有帶來問大家示範一下。嗌先生哈，就好嘅仙草佢會搶按用。你看佢做得按樣，拿起來按樣晃動，看起來很像假的，很像史萊姆很像史萊姆，佢係加膠質當盤，這樣做會出一種仙草，佢還會有淡的個仙草的香味。有呢，它就是淡淡的
仙草香气。就像我刚才没有嫩嘅鸭背来批嘛，其实我也很久没有闻到这种味道了。对，它就是有一张银行没讲，这就是我小时候吃的米头，那种米稀，千九冇食到，千九冇食到，真的。然后你跟我同听，然后我们分享，真的，因为。有场是因为封片可能就会可能是从青菜买，就没办法买到真的原产地的。其实产地跟密西真紧有差，那个浓度不一样。然后就像新宇刚刚讲的，真紧东 Q 的感觉，里面冇加乜嘅东西，佢就加胶质的 Q 心。对，韩国也地度没有乌盐，从冇，去加州乌盐全部去加州的，乌盐、番薯盐、然后地瓜盐全部去加州，还係選用苗栗的哦，公館的，用公館的烏誒來做，公館的烏誒我吃到較糯，佢做的芋頭可以較粉、較 Q 彈好食，哇！佢加地瓜呢係用紅地瓜，苗栗的紅地瓜來做，咩較香。佢牙嘅還有一隻當鐵皮的係白玉，佢係用 Q 糯米去磨的哦，Q 糯米就像做飯呢，做飯呢，要 Q 糯米的，去揀磨。其實我還冇忙時看過有按用 Q 糯米去配做，比如講有啦，像湯圓，湯圓，不會有的你會不用壓半鹽，不過你就有點算是又重新改造了它的外形，對不對？就像有點像湯圓，可是佢唔係圓形的，係用取名到白玉，白色的像牛嘅樣嘅。呀，都係你自家上到來做誒，係自家上到來做，沒自家當好食啦。講廣東話自家好吃就是了，對自己愛吃。對，而且要不呢，其實東人就青考是愛用甜品，不過有的實在人就是會有一點顧慮，就是會說，可能要結高的東西，有的人會用這個吉利丁，吉利丁就會實在人冇辦法，因為就會衝呀動物的明膠，對動物的明膠用豬皮豬骨做的，不過呀就唔是煩惱，呀唔是，我家就講咩，Apple 就搞用番薯粉，就我咩冇加乜嘅油嘅冇嘅，就當純粹嘅番薯粉去解嘅，所以太人生人嘅實在嘅呀，全部就做得食，可以放心吃。而且我知道調味當好，唔會當甜。係呀，它較健康，太家講求健康咩，所以人哋鹹醋咩有一點減糖，再加原味。對，按用清後，韓國唔單槍按的哦，新宇家嘅亞雜算是農場了吧？爸爸嘅農場，爸爸嘅農場，爸爸嘅農場。不過現在新宇開始來經營過後，你就有一個CC 附近甜點的這一個店面，然後自家嘅品牌。然後其實沒做懂事情，要到農場2年時間，新宇還要附近民宿，除它甜點，還有民宿，有傳堂。傳堂的話就爸爸媽媽、老弟弟、呀弟弟都給吃，全家小孩子就賺了。弟弟弟媳，我係帶我先生，好厲害，真的是全部看人窮下來做一隻事業。古說話還有當到嘅好教嘅、好料嘅、好食嘅，我同大家來分享先。休息一下，等下這個轉到節目當中哦。好，非常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，我係總員權阿權妹，今日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苗栗斯坦嘅鮮產嘅鮮草，有請到青口上嘅生意來到節目當中同大家來分享。剛剛有講到生意喺第三推轉到有卡接數，爸爸頭擺就已經老品牌經營都當好誒，韓國沒有民宿啊，然後沒有傳堂，嗰種咩設立到傳統嘅客家料理，哇塞，真係帶鬼面誒！哇，一整套全部包好，全部包好誒！帶嘅色咧、甜食，對，全部都有誒，全部都有誒。韓國堂講現在新宇咩開始來做呀 DIY 嘅課程，好冇？有，就我爸爸有教我老公去講。
就带老辈人下来了解仙草的生态，唔系讲来石潭试试啦，一般仙草就走诶，按用动可惜啊，就边说边实农教育咩，教大家讲，要到位迄仙山啊，吃下种仙草啊，用来托仙草，都做出一窝当牛、当香、当 Q 弹的仙草，本人下去甲施主，哇，就有一只较深刻的回忆。按用清晨入去了解伊个素材，虽然係透過食的東西啦，透過食的東西去了解伊個素材，用按用清晨入嘅方式，也知道也咩係清好了解食壇的一種方法。真嘅，就從食開始咩，因為食衣住行咩，從食大家就會有最多的印象，認識食壇，將會帶到一幾日咧，食壇就希望越來越多人進來了啊。對，啊，嗰時候從按用嘅法通應該會先預約，錯嘛？係呀，他就有當到公家機關或是公司，佢哋會老爸爸係預約，爸爸就會講，就搞本生意啦，伢老公放下去帶。還講電視機條前的觀眾朋友想要預約的話，就得喺名錄紅打什麼關鍵字？就得就講新仙草，新仙草，然後就留言講想要做仙草 DIY， 按樣就做得咧，就做得注文呢，做得注文，記得還有動刀哦，包含帶的呀、生的呀，全部都有哦。還有動刀，黑的沒有。對，所以全部都有，大家就做得來同心意來聯絡一下。啊，做得按用剛剛同大家來分享基本的仙草茶、仙草凍。啊，新宇沒有新開發的一個新品，就陸陸續續還係啲嘅開發從嘛。有。呀，基本也成長咩？成長，好認真哦。按後嘅有什麼什麼嘢？呀，商品係元宵。台版鹽，台版的鹽，一版的鹽當天配就係自家做的，地度係用嘅麻，黑芝麻，黑芝麻，跟人麻咧去加嘅牛油，就會有一種奶香，牛油，加奶油就對了，黑奶油加嘅食材就非常甜鹽。像我自家煮嘅內餡家下，我就會自家調色，因為當香，真的很好吃。謝謝，這是個有靈魂的大湯圓。因為平常時沒可以用哪地台北，應該可能就是冷凍的那種超市買得到的，真的不一樣哎，不一樣哦，有個淡淡的嫩香，對，然後自家家我有講嘅秋糯米啊，佢摸出來佢會有球心，哎呦搭起來我就知道給湯圓當當然喜歡而且這個甜度超剛好，超棒，好好吃啊！真嘅，我知道，這麼個福氣來了，而小嘅按到也得，可能後生的青年創業都共用，因為也得真嘅係懂用心啲嘅做自家嘅品牌。做好吃的東西，然後就像新宇剛剛講的，你自家沒有吃過，自家好食，真會買本人下啊。對，自家好，對，而且咩懂用心啲嘅調查人下嘅口味，錯冇？有銀行同佢反映過人家嘅乜嘅商品啊，我用嘅調整冇？哦，懂多。所以開店嘅開始就不會很受傷嘛？唔會，我知道有各種意見，我懂感謝，這係我進步嘅聲音。其他就會很善意嘅講，我喺有嘅啊，做得較原頭嘅啊，我就有嘅再多一些咧啊。佢講佢仙草，佢想講是較特別嘅口味，跟我就用雪花冰本大家食，嗰種抹茶口味嘅，哇，咩種特別，就年輕人喜歡嘅。就係來仙山，不只吃傳統的仙草，佢還有創新的米線。按用今後，我覺得後生人做的按用做真嘅都冇簡單。啊，不過還有另外一件事情，我咪當上來啲，就係從按用轉豆腐卡、同腐卡人鄉下來做事。雖然講係第三胎，啊，不過第二胎還係鄉下，對對，爸爸媽媽係喺啲嘅經驗傳承啊，按用。每日同爸爸媽媽鄉下按用做事，還來一啲細籠落來。我有一些咧，比如講有乜嘅交通冇乜嘅好啊，又係講可能會甚至到嚴格按用嘅情形，有冇？哦，跟我家長來家下，開始很謹慎，開始很謹慎，真嘅。爸爸媽媽當然因為係自家生意嚟咩，當然係當支持嘅。
开店家下呢，爸爸就讲，佢喜欢给宝贝农具，广东啊店方全部展示出来。跟老先生就看年轻人的看法，我们喜欢简约朴实。对，就老爸爸讲，爸爸说很朴实啊，很简约啊，我们小时候种田的时候用的。全部农具就摆出来，就让爸爸我们留1、2样就好了。其他我们就轮流摆放出来，让给空间看明亮温馨的感觉。爸爸开始甲就讲好啊，给人吃看啊。其实佢冇乜嘅心，用名样表演下赞不绝口，佢就讲给我想法係好嘅，佢就會支持我。佢唔係講切解意見就堅持，唔係，佢咪會看人他嘅反應，再默默的支持咁樣，係咪當感謝佢阿豆？哇！爸爸没有来现场哦，不是因为爸爸在现场才这样说话。没有，真件按用感觉，真件按用。但是我觉得有按用嘅行政都不卡天数，听说黑牙不卡嘅沟通整个都懂流畅，懂开明，很棒。张威有按用可能像呀老公没带进来，弟弟没进来，老公嘅弟弟没带进来，没带进来。老公，等一下，老公嘅弟弟没带进来没有？越来越多年轻人转来斯坦，而且不是青年返乡哦，是去另外一个，这算是也是一种北漂吧。算老公係中漂，因為係中部中漂哦，中漂哦，算是一種中漂。老公嘅弟弟咩過來呀？來到苗栗，哦，因為我還有另外一間店咩，到南上地度，到小花芋頭冰，佢就名嘅係到我老公學嘅名嘅到小花，我老公就就名嘅當可愛哦。佢因為我喜歡南中嘅公館嘅屋誒，我做屋檐嘅，跟我就知道，我知道嘅屋嘅當牛當好食，我就想講做個芋泥。拿出来做一隻芋泥冰品俾大家吃。好芋哦，你这一碗，光头当狗一粒芋泥，对不对？老白玉、老芋圆。那个下波个上面那一球芋泥，下面那一大层是什么？也是芋泥吗？就是芋泥，满满的芋泥。太多了吧！这个芋泥控会尖叫，超级耶！我好想吃哦。有喊大家就走在南中市，去南中，到老街百年老邮局的对面。哇！就一张美味就係孙沙呀，去南中石潭，鄉下料的感覺。鄉下料。對，所以像按用啲苗栗個成塊啲苗栗創業，你自家有吃到遇到乜嘅困難冇？就像我家講我老公係都市人嘅，佢就會當唔習慣。人家片的店嘅差唔多6點全部就打烊嘅，佢就當唔習慣。可是慢慢的，人就有鄉下的嗰種淒迷，就嗰種大自然到底都心裡沉澱下來，就想分享一下當好的環境俾遊客，因為一下都市唔係當分流嘅，大家就做得去石潭啊、來山峰啊、聊聊啊、舒壓咁樣。對，你一下就是條幾多點紅蟲？我很好奇，8點，8點跟嬰兒說你是寫的豬哎，你比我還要晚起床，真嘅嗎？因為平常上班差唔多7點。7點，我幾動作？你跟牙黑窗苗栗人咧，唔加窗。沒有啊，講笑啦。其實啲苗栗咩做得有一套設計好上癮嘅成法方式，做得，對不對？有清好，係。嗰個來小結一下好嘅，苗栗石潭可能係你大家當時去料嘅素材，佢講去苗栗石潭嘅發出體是鮮草，去亞布卡嘅農業行料是客家料理以外，還做得做乜嘅喏？家下有講到仙山有仙水咩？嗰仙山鄉就有雪靈宮、老靈通宮，做得上去派呀求平安。嗰仙山下邊呢有個石潭老街，嗰假日當好有個後腳市集。就越來越多年輕人轉來，近幾年，當到年輕人轉來開店，又有嗰種文青的市集，我知道大家除咗來石潭食仙草以外，做得去拜爺求平安，去石潭聊聊。真嘅。其實就像也當到你去旅遊，唔但搶真嘅，我有
嘛该旅游的景点。其实有时候像迄许多一只蔬菜去甘肃这片的环境，甘肃这片的人，说啦，当地片的料理，按用就系清好的一种旅游方式。有时候啲观光有当到，种下可能就会像按用嘅旅游嘅。请其他苗栗咩做得用按用嘅方式来发展自家嘅观光，轻松有嘅系爱多多来支持，也有赚到家乡嘅好生意，加油加油！大家爱多多支持。嗰陣今日有咩什麼生意來到節目當中，帶來暗號式嘅獻醜，同大家分享暗道故事，什麼生意？謝謝。什麼意？大家暗子說將來了哦。咁等一下哈，嗰陣咩什麼電視機頭前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，共下來做運動咯。節目好看冇啊？好看福氣來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，記得攞樣片分享出去，還個到福氣來嘅面書傾讚，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，還個啊，樣片啊，記得分享出去哦。